繼續來看新北一個40多歲查甫人4月初去家人做事的時，去用鳥鼠咬到，餵到漢他病毒。這一件事是公布個案的基因定序是受理型的，未發生人餵予人的代誌。不過，這接觸者的11個人目前是接受監控，無出現相關的症頭。過來，佫新增加一個漢他病毒症候群本土病例，個案是一個住佇新北市林口的40多歲查甫人。在4月頂半個月，伊佇家人做工課的時陣，互鳥鼠去咬到，差不多1個月後出現發燒、四肢無力，才症頭去看醫生。所以來因為症頭無改善，佫一擺去病院掛急診，經過採檢了才確診，好在治療了已經好啊。疾管署19公布個案的基因定序是受理型漢他病毒，和之前荷蘭這幽倫的安迪斯病毒無共，未人餵人。可能是因為接觸到老鼠啊，或被老鼠咬傷、抓傷，或者是這個吸入這個食物這個含有這個老鼠分泌物糞便等等的這些而造成感染。那所有病毒是不會人傳人的。疾管署表示講，漢他病毒的症候群是人畜共通的傳染病，人類去鼻到也是摸到和病毒污染的物件，也是和身軀頂有病毒的鳥鼠咬到傷，都有感染的風險。按照其實幾天到6禮拜，破病嚴重程度都要看個人的免疫力。若是漢他病毒出血熱變性的症候群，致死率會當到1%5。好在個案接觸者目前攏無疑似症頭。本局於第一時間啟動疫調，匡列11名接觸者。目前皆無症狀。新北市已在個案住家周邊加強環境清潔與消毒等防治工作。因為國內今年加起來已經有3例漢他病毒症候群的病例，攏是受理型的病毒。疾管署強調，會持續針對各大機場、港口等來做相關監測。目前鳥鼠檢驗漢他病毒的陽性率是維持在3%到5%，並無正常的波動。若是發現陽性率變懸，就會要求加強防治措施。記者綜合報道。